你覺得你今日嘅表現點啊？我覺得如果我哋第一次上台嚟講嘅話，已經好好，因為起碼完整度係喺度啦，都冇出咩大嘅差錯喺度。我覺得我今天跳的應該還可以吧，反正我覺得我自己的表情還是挺飽滿的，雖然放了一點點小小的泡，但我覺得大家也看不出來。今日舞台表演嘅情況，其實係我哋隊嘅話係第一次上台，所以係會非常緊張嘅。但係我哋現場都係感到非常好嘅氣氛，同埋我哋嘅評審老師們都俾咗啲好有用嘅意見，所以係一次好難得嘅經驗。你們可以表演一下你們的 killing part 嗎？就是你們最喜歡的動作。應該是 show time。東西 Lace 嗰度有一段 solo 咧，係佢哋係個吉他咬上去，嗰段我覺得好型，我係去彈嗰時咧覺得好爽。你哋對於今日嘅服裝有冇邊一度係最中意啊？最中意嘅服裝設計後面呢個大拖尾，有種婚紗嘅感覺，我覺得。Hello，你覺得今日整體嘅表現係如何嘅呢？幾唔錯啊！即係之前我都有去過好一次嘅呢啲晚展啦，但係我覺得今次應該係好大型嘅。我覺得今日呢個表現係非常之精彩，因為每一個選手都有唔同嘅表現啦，同埋佢哋都有一個好精彩嘅表現。我覺得呢個表現係好多元性嘅，好豐富嘅。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啲音響咧好大聲，即係所以整到我好有嗰種沉浸感咯，即係可以代入到嗰個表演啦。咁你有冇為咗邊一個舞台或者邊一個選手嚟啊？有，我係為咗即係頭先咪有個歌唱嗰個比賽，有個樂團叫 Range， 然後咧裡面有個成員咧係即係白色頭髮嗰個，佢係我嘅偶像啦，所以我就特登為咗佢而嚟即係呢個動漫展啦，我覺得好爽嘅。今日就為咗呢個 Microwave 啊，又特登嚟睇佢哋表演啦，因為佢哋可以講我哋好似係我哋嗰間學校嘅師姐嚟嘅，所以就諗住支持下嚟呢度。我本身係冇話去嚟睇邊個嘅，不過呢，我嚟到之後呢，認識到好多唔同嘅樂隊啦，同埋歌手啦，喺當中亦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呢方面嘅 ACG 嘅文化宣傳啦，所以我認為喺呢方面我有更多嘅了解，同埋見到啲我想睇嘅嘢，同埋了解到更多呢一方面嘅大家嘅想法啊、唱法啊，同埋呢個大家對呢方面嘅表